他提出一个观点，你看，学前儿童的词汇数不断增加，词汇的内容不断丰富，词类的范围不断扩大，从言语实践中逐步掌握语法结构，言语表达能力有了进一步发展。从外部言语就是有声能够说话，有声言语，逐步向内部言语，内部言语就是什么？思维了，内部的言语就是无声的，通过思维来表达了，就过渡，并有可能初步掌握书面言语，初步能够掌握书面言语啊，孩子几岁啊？2岁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讲从3岁多、2岁多都可以啊。心理学家说的，还不是我这个教心理学、教育学的老师说的，是吧？电脑早上可能没吃饭啊。17呀，不是，第8病，可以，这个资料太多了，这个电脑里面啊。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潘苏。教育心理学，大家听到啊？前面有2个词，前面是儿童心理学。潘叔是中国教育心理学的最高水平的心理学家，叫做潘叔。我们读教育心理学，就必须他的就是权威。他怎么说啊？大量朗读可以保持儿童的注意力稳定。大量的朗读经典可以保持儿童注意力稳定。你看我们读经典最大的好处在这里，那些跳笔的学生啊，只要读了1-2个月经典，他慢慢就坐下来了，是吧？我们在座的这么多台湾、香港啊，我们整个大陆的搞经典心理学，你看都有这个道理。过去我们都是在盲目，人家讲我们经典不好，我们没有话说，说不出，不能说服人家，是吧？你把这个一看，教育局长好、校长好、社会所有的人，心理学家，你去查一查潘叔啊，进行思维和理解内容，并获得有效的记忆。你看第二个观点，背诵时熟记教材，提高应该有一个是提高语文学习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。背诵、熟记教材、背诵经典，是提高语文学习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。现在我们的读经典，我是总结了2句话：学习经典是学习语文的最好的途径和方法，是最重要、最有价值的语文教学内容。经典叫做什么？我们用一句话叫深度文化。深度文化，最高品质的文学。你看你学语文学什么？圣贤的经典，中国历代最优秀的语文作品。你读了这些东西，1篇能等1万篇。所以中国有一句话，大家把这句话要记下来的：1部经典胜过1万部杂书。记了没有啊？1部经典能胜过1万部杂书。1万部杂书，
你看现在我们很多人读了好多书，当不得一部经典，是吧？所以花那么多时间精力，读了没用，当不得我们读一部。我就讲，只要我们中国人呐，每个中国人读好5部经典，学问就不得了了。还不要讲读50部、500部，南老师讲要5000部，是吧？那个水平就太高了，是吧？5部就不得了了。我最后要给大家讲，最好要读好5部经典。好，你看他讲了，在语文教学中，背诵对于巩固字词、加深理解课文、提高读写能力、促进记忆力的发展，均有积极的、独特的作用。现在你可以回去给老师讲课，给家长讲课，一句一句讲，有没有作用啊？心理学家讲的，这个我们把这个资料都考给你们了，你们回去是吧？还有资料是吧？第3条，你看，在学生反复的背诵过程中，后面我们讲，昨天我们易老师也讲了嘛，是吧？读书很简单，你读怎么读啊？反复读，反复读，读多了就懂了，读多了就记了，这很简单，就这一个读，要背吗？读多了就背。如果背不的东西啊，这个学生不可能考出好成绩的，他将来也不可能运用的。运用什么？运用空气，是吧？脑子里没有装着东西，没有把东西编码编进去、储存进去，怎么来学习？怎么工作？怎么当老师？是吧？怎么写文章？怎么运用？首先要保证大脑储存东西。大脑现在只用了多少呢？这是我们心理学家研究的。现在我们人类的大脑只用了4%。看我们在座的检查你的大脑用了多少了？96%的大脑在睡大觉。记住吧，把这句话要记住。全世界心理学家研究的结果，现在全人类大脑只用了4%，96%的大脑在睡大觉。我们有一些可能就不止4%了，这个只讲平均数了，是吧？我们有一些可能用了30%，有一些可能用了70%、80%，但是平均全世界的人的大脑平均只用了4%。这个观点很重要啊。说人的大脑潜能巨大的，因为我是研究心理学的，专门学心理学。